非常收看基本医界福气咧，哇，今开始了当然了，大家咧讲嘛介咧，都中医界观点来讲吼，冇强介季节咯，你注意界，你界气管系冇强容嘅，今了大家咧分享嘅系气，过来容易来容气，容易来保容，容易来湿吼，今绕强度系范强先生咧度两篇了，大家咧分享吼，所以家家咧绕强你今界来宾范强进来先生分享。主持人，安尼乡亲朋友大家好。分享先生咧，度节目地图哦，读中医界观点咧讲，你身体界问题实在太多做在讲咧。不过，你今日讲的系气，你讲肺两件事情，容易讲咧，因为按多年来吼，你讲肺的疾病其实易养重，吼，你不论讲系空气界因素，还讲其他界因素。不过，你今日一开始先到大家咧讲，读中医观点来看界气，到底佢系原因。安尼中医观点吼咧讲了气药啊哈，是强调西药气就肺部一样，但是佢功能性就会讲来把药啊，中医药到西医有啲啲差异性，好，按肺主气，主皮毛，开窍于鼻，对不对？它最好是湿呼吸哈。整个呼吸的这个动作，有没有？它整个带给身体 power 能量，元气，好。点点，所以讲中医的看法，比如讲话，是到西医看法，90%以上可以说一样，但唯一的是主皮毛部分，主对感染啦、感冒啦那部分就话，动豆部分，它也有强容，也有一点点差异性。是，不过讲到两片，你大概会讲啊，读中医嘅观点吼，春夏秋冬啊，佢为大家会讲佢从事来保养嘅，你讲人体嘅器官系冇卖强容啊，特别大家会讲秋天嘅时节养肺，要按用嘅讲法，因为你要讲法来讲吼，我们要从季节的概有啊，概干湿度还有温度的高低，好，因为狗类是冬天有啊，冬天吼，按讲吼，乜个地方有啊，按你春节你讲上浮脚豆豆爆暖就会话哈，可以保护住。可是你吸的冷空气直接到肺脏，好，你未来你的肺的功能好不好？在冬天你承受得住这种寒冷的这种袭击吗？啊，所以你要怎么说？你还吸节又啊，先养好它，好保护好它，准备好的未来的这个给鬼节就啊，冬天都要先跟冷空气的话，先因为你有强健的体魄。所以而且有中医观念极限安用，你相信热天是风季是冷天来平，冷天风季是热天可能没有的问题。所以佢的意思是讲，你冷天有些空气冻变嘛，就可能你直接吸进去，懂你个气管啊、肺的时间，所以你秋天嘅时间容易把肺养好，冬天就唔死架。所以容易讲，贵早寒天下来都没有感冒，冇寒到。你说哇，你话安强嘛？贵早冷天都冇寒到，有可能之前先养好了哦，年都也安容易。唔讲唔系讲春天。热天大家做的冇去管佢哦，还是要其实一年四季对好好来保养身体。只是讲读秋天气上特别来讲，特别来注意哈。不过讲到两片，你先讲好简单的地方，不过唔简单的地方来讲是乜嘅？该是系粗，我除到粗系太湿，咪系细湿，感觉冻小解问题，不过佢唔会好。有安用咯，东医看先生係因為初解問題出嗎？冇錯，應該嗬，計喉嚨要講句嗬，名醫加低燒啊，頭水塞加倆啦，好，因為這個術語就醫生對治咳嗽症的話，因為它的症型分類有蠻多的，然後成因也很多，造成的因素啊，你可能話冷到體點。最常見是冷凍引起嘅，好，因為冷凍有些又話汗腺又話刺激到肺部，你氣管又話，還有個往細支氣管那都有話，它的開合嘅個頻率效率，等於說變逆衝，你吸氣落去又話，氣落唔下去，出唔來，是變成說逆衝，變成說造成一種咳嗽的現象。還有一個就是說你感冒感染又啊，又充血，導致痰液，管你喉嚨、鼻腔、那皮膚，你痰液多了以後，刺激到你的絨毛、你喉嚨這些，然後他要想要把它排出來，癢想把它排出來嘛，那他們就要給想要衝出來，那些就引起咳嗽，這是一般性大部分感冒所引起的。啊，你說像鼻涕倒流的話，你一般人來講會鼻涕倒流現象，除了感冒會鼻涕倒流外，他講過敏，對。
过敏性，鼻炎，唔系过敏性，哦，非过敏性嘅鼻炎，好，该鼻子发炎啦，哈，还有一点是哦，鼻窦炎，哦，好，急慢性的鼻窦炎，你看这个全部引起你的鼻涕倒流，为什么？你发炎嘛，两叫佛药啊，发炎就要是充血之后，它会释放压力，人家就是从它这个表皮有没有渗出液体出来？本来是讲，因为空气干燥又啊，我们的鼻腔里面鼻窦和鼻甲的部分又啊，空气快速经过一些就让天就要可以把它从低温加温。好，加温上来，要温度要零下几度拉到零上几度，好20度20几度，然后到肺脏，因为清又所以它基本要湿润，把空气湿润。好，还有一个就是加温，所以基本上因为充血关系，所以狗头那些就可以发炎那些就开始变成用鼻涕的现象。所以鼻涕倒流，然后扁心就让凶了，所以你会抽水，而且那个抽你很多该抽，比如讲像癌是有安用该问题，比如基本上。有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样，对，而且是很冲体感，可能你稍微小咳一下就可以咳出一点点痰，那你就在想说，哦，人家肚袋系抽感问题，但系鼻涕倒流感问题会有一些紧张。鼻涕倒流，自己会有感觉哦，你感觉按凉凉的东西，对，还有能够按流下来，线上有吗？一定会有这种现象。人家感受一下。还有一个其实是喉咙纯粹是因为它痰液渗出喉咙那一段，不是在鼻子这一段。好，那一点。还有因为有时候一些你从胃食道逆流的研究啊，你讲鼻涕倒流有啊，水膜一些往下一些抽鼻涕倒流，还有一个叫胃食道逆流一些，长期因为水体有啊，你平滑肌有啊，骨下是松体、溶开来一些有啊，你括约肌有啊，是溶开来一些，因为胃酸也胃气，好。那个气有没有 pH 值是2点多而已，我们胃酸的酸度很高，给肾局上来一些又啊灼伤我们食道，引起咳嗽，或者说它逆流，甚至不小心到气管里面，好，这个一个现象。还有一个就是说，可以不见得一定逆流，但是因为括约肌打下快又啊，给胃该从硫酸的胃头按酸气又啊，刺激到按你该气管按你。好，按你食道了解，所以引起咳嗽，这是一个现象。好，所以说基本上就讲，你胃食道逆流也有啊，可能是我们的右侧睡，会左侧睡，把胃摆得比按你在食道下带，哦，那个睡法又不一样。你也右按某的，找紧张一半音的水膜右啊，右侧睡比较好，对心脏也好，对肝脏的肝血回流都比较好。但是唯一这个地方，好是走我们的按音水，而变成到左侧睡。等到好了以后再恢复。好，也讲其他水法是2点，还有一点是讲，你平常时有啊哈，你生活环境，你看我们又要空气动差，你要吸入异物或者空气污染引起咳嗽，好，你用异物的种从，你讲油起来霉头，好，或者是花粉啊，有的没有的引起打喷嚏、咳嗽，你看这个点点滴滴都有可能尘螨也有啦，好，你讲你的供体内就要灰尘、粉尘在扬，那个这个很糟糕，哈，对，也会引起。而且后来还有说先天你本身遗传就是可能有比较气喘的体质，或者说因为其他久病没有医，慢慢演变成气喘，容易腿乏又变气喘，好，那也会传，也会一边传一边咳，你还没加现象。阴虚的气是给直接来讲吼，一般都讲常用的原因，太低是你看老人家。好，更引起国外副人家。冇錯，咁長期又冇感冒，咁講起嚟又痰又會臭。因為他那個等於說他的荷爾蒙關係有冇衰退，這種分泌不夠，導致你的黏膜或者是口腔裡面的那個唾液腺分泌不足，你跪下要很少火啦，嘴罩嘴服，還有就是還有點變成慢慢的萎縮，所以引起咳嗽，基本上整个这个过程是这样，它喜气眼研究啊哈，一般人都有过敏的特色，过敏的体质，还有讲是要呢，用去平常吸入啊，还会久病以后，然后心肌是细，还有突然间一个大病。因为大病以后你可能住加护病房或怎么样啦，用鼻胃管喂食啦，阴状时含摸灸啦，类似这样，导致刺激它黏膜分泌唾液的这个机制的延缓，所以变成跪下嘴罩。黑人照，那情形你即便病好了，因为营养不良，因为营养摄取失衡，喝的水分失衡，导致整个美味
会引起咳嗽。好，你一般来讲哈，很像气虚也好，你是刚才讲的嘛，好，他讲是讲对，肝火旺你为肝火旺，你讲压力大啦、焦虑啦，好，来讲好啉酒啦、食炸油炸啦，然后都类似点点滴滴，好这些引起的火气过旺。火气过旺，你有讲肝火更到人家差很多。中医的看法是说，肝脉若淹，但是这是西医不认同的。那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有没有？因为肝血有没有肝藏血，肝从暗台交又对不会从钙表啊些。储存的量是非常高。你如果当你在火气大的时候，你可能让肝细胞两极化，一个是收缩，一个是释放。释放的时候，你收缩的时候有没有是肝血往外排、往外挤；收缩释放，容量增多。容量增多的时候，你体液的，就是不管两者过于不及，都引起你的钙精液的分布嘛，体液的分布会失衡，所以引起到整个变得很少火烂，过度充血又你就分为有那个。眼睛有红丝的现象，类似这样子。哇，唐先生讲到很明显，我都像当上会错，感觉有点灰感感觉。所以其实讲来讲去都是讲你有错，一般你讲的很唔会好的好慢性的错。现在了会分享的是讲很多种的胃食道逆流感问题啊，讲你鼻涕大流感问题，你重新从孔是会变成一种慢性的咳嗽。你唔係講從很多那種太粗你凍到嘅痰有冇？唔係講你出到水唔睇，就是你到平常時生發嘅時間，搓一下，都要凍到可能，所以其實就是情緒上來討論一下。不過用啲治療去買東西，等下再來講。今日長同先生嚟到，呢個節目啲度啦，大家來討論肺氣嘅問題。你講到錯，一般嘅人冇乜嘅大問題嘅時間會錯。不過先生今日講到會很有感的，係乜嘅老人家。其實佢係冇很多啊，冇容易，可是佢是會錯。甚至老人家喊到嘅如何，是喊嘅聲音是會是到佢哇，做動態上佢是會陪談有冇？動佢係冇乜感覺，佢是動到談哦，就是咁嘅問題吼。我相信上堂節目先生其實講到非常嘅清楚咧，所以大家做啲咧注意。不過講到咧當然大家不管係看到啦，又係唔係看到啦，錯嘅時間你看先生，先生會講乜嘅？冇是聽嘅。不要吃甜的，冇是甜的。為什麼？用因講咧？因為聽埋你講基本生痰啦，主要是按用因啦，最主要。因為講係燥臭嘅，乾燥臭嘅話是寒冇藥給你啲啦。因為講這些痰凍多了油有時甜埋油痰就一直生出來，你陪痰出痰就出冇甜。該請問一下，凍臭嘅時間甜嘅。風調板做的是嗎？可能會小恐懼。真是嗎？該咁樣做的，你講你下講咗繼續來考試，咁樣做的咁嘅。一般嚟講你講初階生咪做咩是咁？係冇錯，一般強寒性嘅。你講聽埋你講你講水果食得麼？你講水梨、蘋果啦、奇異果啦，全部含維他命 C 很高，對不對？理論上都可以吃，但是按你講學巧的摸一下土匪用貴盤落食落去，先試一下試啲了，等一下看外貌，來講下一串人感覺，你一串到一串之間就話，我要試啲水梨落去，摸下出嚟，沒關係，你拿來食。蘋果吃沒關係，奇異果拿來吃沒關係，柑橘類有你有講嘅奇異果係講你柳橙食冇嘅，但是按一般嚟經驗容易串下來一般按你感冒類你錯嘅是太低會下錯，太低啦。其他家你講嘅呢個東西是冇健康。你種水梨就已經講凍臭燉水梨。你講燉水梨來止咳咩？對，它就有那個效，因為它含維他命 C 含在內，可是它寒性有沒有靠做口蓋燉煮寒性體開？把它拿掉。然後它那個，然後用這個冰糖甘潤。甘潤讓那痰液能生出來，然後能止咳下氣。把痰液生出來，冇錯，因為講要湯嘛，清涼都該湯都可以排出。因為有時候病毒有沒有刺激感染，對不對？它會刺激到咽喉，你再扣痰液有沒有可以把它
做排出的动作，安因。所以这个方法也是不错。其实啦，师兄信上讲的，你莫讲哦，抽到动力会引起杠呢，就是要挑战，那这样就不好了，还是尽量维持。还有嘛，讲嘞，通其实莫是甜的饮料也不要喝，因为甜人家讲很。通本性是对人体改性体不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嘛，偶尔吃没关系，所以莫讲你抽改时间考克利亚总的，刚才莫咋个来考线上买东西嘞，冲谁都台改时间会抽改时间吼，爸爸都会讲，你是在枇杷膏。还有枇杷通，对，还有喉糖呀，对吧？对。一般来讲吼，你的急性期吼，也开始含氧充裕啊，建议大家吼是合适的枇杷膏。先生，你买你也讲系讲，昏倒改时节、初期改时节是某些。那有东西咪讲，哎呀，你刚讲我感冒了，我好呢不舒服，我现在赶快来喝枇杷膏，加加的力。所以要注意时机。还好，你也讲系湿润来先来以外，你还有这边会速度用药哈，会变成说速度安因，闭门足扣，安因讲法。你个就稍微秀美一些药然后你问因为你以前有看医生太低啦，然后问医生讲你买个新正型的适合不适合，再花这个钱养人脉，也唔会讲打伤去。嘿，因为枇杷膏公司才会就等于要去种肉量，查个枇杷膏，一罐1刀钱的，你看昨天看到对不对？又啪啪改川贝改粉土地等几家类叫少水灵，就润喉，一般你咪样讲。所以其实真是上线上讲，你要看你有反毒无，看你的体质，你的所有感，你比如你反毒动量从定枇杷膏，不一定有绝对的好处，因为你看，你台积的个生活环境有冻后面来讲，让热天有该有冷气嘛，冷气它有除湿效果，空气中变得过于干燥，有人喉咙因为可能讲先包括冷到以后后期咧，还讲白夜这样以后所以你春天该伟大不掉，第一的莫发现，如果按照生活环境就工作环境来些就别人湿气太低，同干燥些，你所以加感受，那种情形，你讲枇杷膏。拿这有滋润一下，也讲单纯蜂蜜的蜂蜜水，这个都有帮助。是，因为你枇杷膏我们也用蜂蜜去熬炼的，这个都可以加一些中药啦，然后这些都不错以外，那可能有几种人可能不太适合在这个时间点。第一个，孕妇，因为它有些大部分会放一点红花啦，但是公婆吸都。老头猫还没那么严重啦，那时候尽量是不建议啦，或者说稀释多一点。还有一个你是因为含量比较凉冷，有没有？你给生理期，生理期一般来讲，这个就可能不太适合，容易甲系讲细寒肉研究你讲。同让大人也有实际上这个都小孩子也都一样，要看情形。莫讲点好食油等于都会变变泡茶一样，等于是那可能有种久了以后会把体质整个做扭转改变的一个现象。真是哈，干那喉糖呢，先生，因为你俩喉糖冻容易脉动，你不论是一般改偏离送两脉，然后讲你是热风嘛，就冻个喉糖，你咪讲喉糖。润喉，我跟大家有那有点怪怪，我就吃喉糖有些喉糖好凉，对，冻凉，那喉糖那枇杷膏还没有恐龙感问题。两家口的大方向来讲，都感觉都一样，那只是说喉糖有没有它基本上给消炎来下强。去冻寒凉嘛，然后你说急性期反应有些寒凉会冻喉，但是你同样有都没有些有你找过试了吧？可能其实变成反正好像咳会很舒服，但咳好像一直不会好。而且像咱问一下先生，喉糖上次都喉糖是冻甜呢。它是甜的，甜的。刚才先讲都是讲想讲，那刚才底下喉咙很不舒服，还没做的是喉糖。你讲底下有搓。这样会不会矛盾？这东西就是你一家喊你调调热，这个你讲喊落去有点冻僵了，喊落去一下都冻粗，因为喊落去本人冻粗个啥唔会粗。那是感冒恐龙，衡量自己的状况。这个喊你叫我适量搞这个会出一下，对吧？卖到唔敢得事，跟网络上叫笑话，咩讲咩，然后
打赤膊在外面，寒天在外，为什么？因为它还有一个药还快过期了，他感冒我还把药吃了，一样的笑话，一样就是说你自己要聪明一点，就这个在按你身体也清好哈，然后感冒还燥掉，系统又干润，哎，好舒服，那就对。好，你要讲摸放便，你要上班摸膝盖，你款气症啊，你就这样一个方式。同事一定会说，哎，某，我这个枇杷膏你尝一下，看会比较舒服，你就真的尝一下。反正我们家憨的嘛啊，大家摸买时间，大家都练枇杷膏，哎，把它当成养生饮品，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当时的冲口。不过讲到俩哈吼，你讲到枇杷膏啦，你讲到喉糖俩件事情，其实很多刚才讲的很多时间，因为都食物哈。尽量避免是真的好，我们当然太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包山包海的在节目里面全部公开。不过，两种提动形容啊，大家来提醒一下，建议一下。他那种吼，差类讲的吧，有啊吼，是建议是的啦吼。一般来讲吧吼，大方向是讲还是一样，大家自家注意一下吼。是还冇建议给啉茶啦。错。好，因为你係講嘅熟茶有啊，佢下有人講。给它上火，你本身已经充血，已经在发炎了，又啊发炎了，你给它上火，是淋落去又啊，没有生津止渴，反而可能更上火、更充血。好，那种茶饮类是会是这样的建议，就是这样的。他讲讲参类，人参柚啊哈，它能够增强免疫力，增加过敏啊，让你的那个免疫球蛋白这些能够增加量多。但是你讲你。秀妹、寒妹、妹些就啊吼，来什么给牙科些又啊、狗头又啊，有时候咳的症状。真是吼，你把都系补的东西，结果血还好抽。还一点是有那样，闭门足扣，你的观念是讲有那样，你并且又啊平下忙洗清那些又啊，你的。等房子里面的空气、脏空气没有排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你就把窗户、门窗全部关起来。那没有得到净化的效果，所以说你要把疾病就啊，全部清干净以后，每期的嗅每有些就啊，参类就可以考虑，东洋参、西洋参那个都可以考虑。但是牙科其实讲啊，我要增强免疫力是科学力，那不对，反而可能会上火，可能会抽牙黑讲还有点发炎很严重，所以这个基本不是。这个利润那灌养真的很动宠了，现在来讲所有的。喉改东西，细菌嘛，拍强身体已经某类长的肉性才有得到，才有头力嘛，哈。最尾讲的很肉类，红肉啦、溶肉。肉好一般人讲它痛啦，所以建议你看时间后是没有必要增加麻烦的哈。好，再提点这个羊肉咧讲的话，有啊，用羊肉它补嘛，羊肉补锌，去下上火。错，你也让天有啊，从今年冻让有前包括按照快接近这5、6度安那样，那个时候都很适合羊肉炉啦、姜母鸭来的称好。但是你也讲又抽感烟有啊，很抱歉。牙全不适合。真的，真是诶，俺像线上来建议非常改长掉啊，是讲，你台北咧讲食补嘛，吼，都中医你家是了解嘅咪讨论过东多白咧，总是讲食补、补性体、补气、补嘛解。不过线上讲係講，你哋還有啲很多啊，身體有一種各種有問題嘅事情，因為把東西補帶啲東西未當好，其實日補日養從紅肉到溶肉嚟講，大家當學是溶肉滷，從喺火鍋有冇？大家是到當翻去，我唔記得咯。你係講你下本身嘅身體已經肝火動旺，就你樣講冇？你就是溶肉滷嚟說，旺加旺講你咪先後面講火上加火熟到嘅感覺嗬。咁個家人容易去面對，還有乜嘅就啲咯，大家都分享嗬，大家先聊下，等下呢陣就你講哦。要強度反攻線上呢度節目啲，讀到大家都討論，哇，講到很多嗬，實在做啲好事嘅東西多唔多？咁個同你一篇有件事情都貼喺門線上，很多人去空氣非常嘅唔好，呢個買害呢件事情，佢對呢個呼吸、呢個肺只是影響動態，你中意講兩樣影響。因為買害來講吼，呢種透過人吼也有認知的問題，但是佢冇咁嚴重，除了講你嘅。打痰那个因矿工哈，这个尘肺症啊，大家都哈，他吸入这个很微细的，那感觉是职业伤害了。对，好，也係講你講透過做到上嘅水奶又灌體嘅嘅工作，從水奶工來了對啦，叫啦水奶了對，哈，吸入那種，或者說建築工地了對，哈，泥土啊了對，又啊粉塵了對，但是因為底下又啊。
因为空气不好，因为车辆的关系，都烧出来废气。韩国案例来讲，燃煤越来越多，还有从台六改边飘散过来的霾海，飘过来，那个东西冻送路径。真系吧有啊，因为讲大家有只观念有啊，莫讲中医里边有的个书籍里面有写的清肺啦，干嘛？就是食疗清肺，食疗就一点又好，事实上是错误，对霾。等于说我们的 PM2.5底下这种东西非常微小，它没办法经过血液代谢，也没办法透过痰液啊或咳嗽啊这样代谢出来。给染的地步有啊，像空谷利用热成给染到，你的肺脏功能就一直衰减，然后你血液中的含氧量越来越少，一些就越来越少，一些骨架腺体是越来越细，毛病是越来越多。好紧张哦，心脏。系啊，所以讲一般来讲，那种一群医生来讲哈，就是说认为认知上2点有啊，就是讲政府会动去正视这个问题。你感觉讲啊，像少摸一谈来讲没关系，因为要核能啊。可是问题按废气按出来有啊。后面这些后代子孙为了这个肺脏而衍生的其他器官的衰败，花的健保费用更多你下动你讲得肺癌嘅问题，当然我讲係大範疇嘅肺癌。你俩前幾看佢做嘛要多肺癌，你了解佢嘅因素嘅時間，你會發現佢有可能不是高危險群，佢也冇家族遺傳，他根本就沒有，佢也沒有特別有嘛嘅職業傷害，不過他是有得到肺癌的提一點，因為發現年齡層越來越降下來，所以其實你下嘅細緻嘅觀點來看兩件事情嘅時候，大家會發現，其實你沒有辦法找到直接的因素，因為你很多高危險群的因素都過濾開的，所以也開始有醫生出來慢慢的證明，其實你平常時頭皮嘅時間，你空氣不好，其實對的直接影響很大。我是想要呼應一下范公信上講的，那就當你講來戴口罩，因為像 PM2.5那個霾害，有些不是所有的口罩你都可以遮住的。好，之前有專家講，你口罩的那個空隙，你要想。那個霾害已經小到你口罩的空隙可能是10個總統府的這麼大，但是你想想看，那個塵霾是小到它可以直接吸進去，就像西上講，你吸到第5毒蓋裡面，它也沒有辦法排出，它太微小了。對，好，所以大家講的係霾害感問題。不過你也強調西上講的不是說什麼食療清肺養肺，這個其實大家有這個緊口感觀念。對，好，我們只能說你看食物有啊大部分人應該講，你大的粉塵啊，有啊因為經過食療、食物有啊食補增強你肺臟的收縮機能，包括你的細支氣管啊這些的，所有它能夠把這些東西可以透過這個痰液啊、咳嗽啊把它排出體外。還有一個說改善肺臟的血液循環的功能，它的工作環境改善，效率提高，這樣就能夠等於基本上。兩邊都可以達到幫助的效果，但它不是主角，還是最主要怎樣啊？就是隔絕這些霾害進入我們體內。就是說，挑這個平常講，就是說，你除非買以前像以前那個SARS 期間戴那種口罩以外，可能還有一些效果。你一般的這種布的、棉的或者怎麼樣，那個根本是代性來的。係代性哦。不過講到你我們還係講到，其實現在基本上讓你少改一些血頭，對不對？像你朋友看到像係百會穴啦、風池穴，這個血頭裡面，我們講的是養生哦。現在我們講，你講哇，你愛用輕啊，是跟空氣無關，不是？你講到的用腎。它只是就是說，因為刺激這些穴道有沒有能夠增加你的可能說我們講你的肺臟的功能？對對對，百會穴的話好容易顯呀，鼻孔有啊，頭都動頭頂對，那耳朵兩邊對上去，好，那是百會穴啊，風池穴有啊，你講緊後背有啊，年啊有啊，那地風池穴有個小凹凹，對，該片嗎？小凹凹該片。你要用到穴道有啊，尤其風池穴有啊，長按來講動浪的天氣有啊，你圍巾，因為又叫俗話說，神仙也怕腦後風，吹到風，會不會吹到風有啊，容易浪多。你看它這邊穴有兩隻風池穴，動往督脈有啊，豐富，所以講基本上該隻位所有啊，因為吹到浪氣，也講吹到風有啊，你很容易感冒。很多。但係你兩隻穴頭還有，
哦，这个有点难哦，先生，你再解说一下。还讲关元穴有啊，安尼讲肚脐，肚脐还有往下有啊，哈，还有安尼也该到耻骨。耻骨，俩两片骨头有啊，动昂有啊，全部送了以后1/3的位置，大概，因为冇法量，动不下你直看哈。你要写铁头有啊，去按摩，或者说用我们的你看用暖暖包，病人的愈合。哦，帮他对，肚脐下头，还有合谷穴有啊，是俩可能骨头有啊，可能地方表示，你讲粘起来有啊，你要下碰来回收是错嘞。哦。粘起来好碰来回收，对，大概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就很好，就你也不用怎么找，就这样子就对了。好，你粘起去揉按它都很有帮助。所以你落咧讲有呾养肺操作咧，老大家来分享一下错冇？因为刚刚看到合谷穴嘛，对，所以用拍打手心有冇？好，用。没讲打到手肿红肿痛啦，没啦，就打哈，就自己拍打，当然次数没讲打3下5下是好嘞，憨豆柚啊哈，你打个30-50下，一天多打几次，好，也有十指互扣这样，哎呦啊，好，安尼轻轻美走的，好，还有讲还要你讲手背用拍打柚啊哈，然后互拍按美走的，也还讲按拍打，好都可以，然后虎口，好也按音，好都可以。这个方法都可以。我觉得这个很动简单的欣赏，所以动简单，可是它却是不是因为我们手这边有蛮多的血头，很难用来眼睛哈？我们讲手阳经的起始点终结点阴经的这些都在我们的手指上。是。好，那还点讲肺经、大肠经这两位，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基本上的你要在区块，因为合谷穴来讲那种养生的一个大穴，到足三里一样都是不错。平常憨豆柚啊、按黏了推拿按揉，对我们的身体、对肺脏、对大肠，你的排便各方面都有正向的帮助。所以唐先生讲，大家有了解吗？先生讲两片。先生讲嘛个经，大家讲肺经跟大肠经鱼际两位你讲整个肺经、拍大肠经，所以其实我是想讲，同埋你讲到肺讲到气，同埋系手咧唔系两片咯，系两片。所以先生刚才有讲比如讲先生讲指尖嘛，对，所以向前陪我们导播下走那样走，你看动简单，对，所以指尖是有走到咧，系嘛？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动有意思，对不对？好，拍打手臂，对，按用你没按用走的，然后嘴目，我觉得这个也很容易，虎口。有吗？所以向前面我们俩看电视的时间，你俩下是俩下看电视的时间，你是做咧听呢？有冇紧看电视，紧看办公先生来讲的时间，你是做咧修关紧做。其实我觉得浪天那些按用泡澡美味，感觉上好像对，因为难搞的感觉，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经络的气的循环，还有这样子搓热也很好啊。对，俺没学，内功一定打底搓热都很好。所以上次导播还用起到天气让那些，你安尼搓然后落去按用扫的时间拍打一下看见没有？食指、虎口、按用音，对，都可以，对不对？背经、大肠经，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哈。不过等下谁欣赏讲的血头啦，你手骨做的，你讲好简单的。手做的小体操啊，没错，还有嘛个，其实还有做的另改东西啦，系细改东西的，都两片，然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建议拍合嘅肾肉嘅莲子头，吃起头两天种了点麦柚啊，也系讲没种了点冻豆柚啊，你看采西窗是用因半年时间买下的东西。你要真冻简单卖豆，善肉啊、莲子、变通，主要是像百合，这都是很简单做的卖豆。唔会讲冻难食，有好食咯。龙眼水质全部冻放鱼都冻好，当做餐后的甜点一样，养生甜品，愈合。还有一张这个菜瓜啦，系啊，你用。竹笙丝瓜肉汤有啊，一部分来取得，可能是有丝瓜肉是可能爱甘味松，其实系甘味松嘛，你讲菜瓜补咁多嘢，冇错，因为它的疏通经络的特色很特殊，你看那个，你看啲菜瓜补油啊，佢四通八达嘅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它里面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对，密麻的四通八路。
往往中医有些说取其意象其形，啊，其实用系列的东西吧，它能达到你疏通你的所有的经络，而且跟肺脏一样，肺脏没空没，地板密密麻麻的经络，该路路啊哈，都会安系列就帮助安该恢复。好，冇错哈，其实大白绕墙头办公室上那种节目地图的时间都知道，老师。你的脑子里太多的东西，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但想嘿，你讲中医该专业该观点，还有线上的人生观、人生观来讲，你生活嘅经验，其实有当多东西就得老乡亲朋来分享吼。所以非常该感谢办公室上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吼。所以赶快做啲大家做堂记讲，记起来哟，这是一个养生要诀。就那样讲吼，所以师母感谢欣赏。好，因为希望大家看，你今个节目强融收播动态吼，对应该鱼也好，鱼竿也好，养生要动态嘅帮助。睇你下来咪系养生咯，解释起码解你大家来强下做认同哦。